继续来关心非洲猪这状况，甲台中案例有牵连的苗栗甲中华的饲猪场，加在病毒的核酸检测拢是阴性。另外，这丰城台中的太平有货柜车送死猪啊，后倒煞是无关农业局要处罚。原来是禁止药品饲猪的政策，目前云林甲高雄已经要开始做。这回传出案例，台中也搁在评估。饲猪场门口挂防疫期间人车管制告示牌，彰化县云恒乡一个亲像非洲猪这案，管制车关联饲猪场，饲2500只猪，日日由防检署通报有4只死猪。经过采样送检了后，日是农业部宣布，包括本案在内彰化苗栗等关联场，非洲猪这病毒核酸检测结果拢是阴性。那在彰化县的5场，那它检验结果都是阴性。然后苗栗县的有1场，那检验结果也是阴性。那换算下来，它的这个都在2/1000以下，所以它是没有异常死亡，请民众可以放心。台中市府连日提起亲像检出非洲猪这的饲猪场，这是动保处兽医师赶去的时，饲主也有特约兽医师在场。2前进应变所记者回向农业局，省尽古今造成当事人困扰，感觉失礼。另外，前立委陈碧惠并且指控日伫台中市太平区太体西路翕到发这车载送死猪，而且车道后门无关，恐惊加做防疫勘旁，市府会调查开发。找民间的这部画质车的那个车主会来，我们如果笔录完了以后，我们如果认为违规，要开罚2万以上跟10万以下的罚款。云林县7年前禁喷饲猪，高雄市最近也决定要第二做，不过中央有员无禁止，农业部认为，县市自主防疫阁有考量无外界周期无共调的问题。台中市府是讲也在评估。各县市自己决定自己的动物防疫政策的时候，那其实是有自己的考量。那大概就是现在状况，没有所谓的同调不同调。我们会收集各方的意见，哈，那以及看执行的情形啊，再来做最后的决策。环境部强调，大喷气化管道有源维持旧的模式，最近也会稽查全国饲猪场监视有头用品，违者会依饲料管理法、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甲废清化开发。公司新闻采访报道。